主席，我睇到勞福局嘅文件嘅第17段標題寫住咧凝聚家庭守護兒童，我真係把幾火啊！政府成日就話要鼓勵生育，生完個小朋友咧都要照顧好先得㗎，係嘛？但係咧而家咧離婚率咁高，一半家庭咧係會離婚嘅，即係咧一半家庭嘅小朋友咧要面對破碎嘅家庭，對小朋友嘅心靈成長咧都好大嘅影響。英國同澳洲咧有套行之有效嘅方法，叫做父母責任，行咗30年啦，乜嘢問題都冇。但係我哋香港嘅法官啊，兩個律師會啊，已經咧呼籲咗要修改法例，由父母權益改為父母責任。我哋呢個委員會都非常支持，我亦都冇收過任何一個相關嘅社會組織話唔支持呢個立法嘅。講咗20年啦，你都唔立法。2018年政府咧都搞咗5個社福中心，教育同支援離婚家庭搞咗幾年都唔成功。前線社工同教師都認為而家冇明文嘅法例去做教材，根本教唔掂嗰班離婚父母。政府而家點樣對離異父母搞教育呢？都唔會成功嘅。你係勞福局嘅，唔係呢個教育局。我唔理你第日咧係唔係咧生仔都要考牌，都要先立好法，先至可以咧教好父母盡父母責任。呢個立法會咧就快結束啦。我想問今屆特區政府明年咧會唔會展開子女法律程序、父母責任修例嘅草案嘅立法程序呢？第二，我收到好多市民咧嘅回覆。話今次咧呢個10號風球咧，政府啊同埋關愛隊咧都做得非常之好，善後工作亦都好好，所以咧喺呢度咧，我係代表市民咧係多謝民政局嘅。好，局長。好啊，主席啊，多謝林議員啊。其實呢個課題咧，我哋都傾過幾次嘅嚇。咁林議員都好嘅，佢都講咗法律界啦，同埋好多支持呢個子女共同責任嘅立法工作嘅。其實政府唔係話我哋唔係朝呢個方向行啊，而係咧大家都知道過去嘅歷史咧，我哋都嘗試過希望喺呢方面試下即係做一個草案出嚟嘅。但係大家都明白咧，社會上都有2種唔同嘅聲音嘅嚇，即係對於一啲離異咗，尤其是面對緊離婚喺贍養方面有好多爭議嘅婦女咧，佢哋都幾強烈嘅聲音嘅。咁而家我哋將嗰個工作咧就轉移，希望嚟明年開始我哋會再加強嗰個教育。通過我哋嗰5間嘅共享親職中心咧，希望喺呢方面咧，喺尤其是啲有強烈意見嘅團體度咧，係咪可以慢慢見到佢哋嘅態度有啲轉變啦？佢哋會更加明白多啲嚇。都係如果社會上對於行呢條路有清晰嘅更因為凝聚到更強嘅意見嘅話咧，就會為政府提供一個更好嘅平台基礎，朝呢個方向行。即其實立法係唔難嘅，個草案我哋都寫咗㗎啦。但係法律就唔可以走喺社會嘅共識之前啊嘛。其實法律係反映係社會一個大嘅方向啊，即係只要社會上大家有個大嘅睇法，唔需要全部一樣，但係基本上個面大家都覺得朝呢個方向行，大家都接受啦。咁我哋行起嚟咧就水到渠成嚇，所以即係請林議員都明白，其實我哋都關心嘅，但係我哋覺得先做好咗前期嘅教育工作嘅話咧，就避免咗喺立法過程入邊咧出現太多巨大嘅爭議嚇。咁究竟我哋幾時可以行到正式立法個路咧？我今日都講唔晒。真係講唔到啊！我哋希望喺教育工作加強之後，為我哋提供一個好啲嘅平台嘅話咧，咁我哋咪可以朝個方向行咯。即係我哋都係積極，希望可以做好我哋嘅教育工作，令到關心呢啲事嘅婦女咧，都慢慢明白到，如果朝呢個方向行都好嘅話咧，咁就具備一個社會嘅條件，讓我哋朝呢個方向行啊！多謝主席。主席啊，我補充一句啊。好啊。政府成日咧都用呢個話有反對聲音做吹糖，咁但係咧，我亦都叫政府有任何反對聲音咧，可唔可以咧引導佢過嚟我度，等我同佢解釋下。咁有嘅嚟咗都變成而家支持嘅，所以我真係到而家完全冇聽過任何反對聲音，我完全唔明白點解政府仲唔去立法。局長，你有冇回應？
主席啊，都好多謝林議員嘅嚇，即係其實我哋都會努力繼續同法律界一齊合作啦嚇。即係如果譬如話有啲覺得有擔憂嘅，咁我哋咪喺嗰5間共享親職中心去傾又得，律師會幫手嘅，我哋轉介去，我哋都好樂意嘅。即係我只係想大家唔好誤會，唔係話政府想喺呢度咧就話想裹足不前，唔係咁嘅意思嘅。即係你見到我哋呢一屆政府咧，就如果係需要改變法律、需要改嘅時候，我哋好樂意去改。但係另一方面，大家都要切切實實見得到，任何法律嘅改變咧，都會喺社會上咧製造一啲新嘅事情嘅。如果社會上有一啲團體佢有好強烈嘅意見，你都要明白佢背後，而且呢啲全部都好弱勢嘅婦女嚟嘅，即係你都唔可以話強行喺佢哋極度反對嘅情況下面咧，你都要去立法嘅話咧，呢個亦會製造一啲不必要嘅紛爭。所以做起嚟嘅時候咧，我哋都係要穩妥推進嚇，盡向先做好咗教育、安撫、俾資料嘅工作，前期工作做好咗嘅話咧，到真係大家都覺得係啦，呢個方向對香港好，對細路好，對父母雙方都好嘅話咧，再立法咧就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就水到渠成。但係如果前期功夫冇做好，而我哋夾硬要推個法例嘅話咧，其實去到立法會，咁大家咪又係繼續去爭論。咁所以我哋希望咧，秉承住呢一屆政府，就係話先做好晒所有功夫先，齊備咗啦。我哋覺得都大家都明白，更多明白咗啦。做好更好咁做好前期教育工作嘅話咧，大家共同合作。如果具備條件嘅話咧，我哋好樂意去做呢個立法嘅嚇。多謝主席。我講咗我要講嘅嘢，已經無話可説啦。我都想跟進一下咧，頭先林新強議員嗰個問題嘅，關於子女法律程序負責任嘅條例啦。我絕對明白你頭先所講咧，就係要社會個共識嘅。不過因為我哋都遇到有方面，特別佢係主張立法嘅咧，有陣時佢哋都會有壓力，或者即係因為始終條例比較耐啦。我想問下咧，我哋有冇一啲客觀嘅量度嘅方法？去到決定，譬如話有冇一個時間，或者話我哋譬如舉例咁講，譬如每年或者每一段時間，我哋有冇一個客觀量度嘅方法咧，去到可以交代得到咧？因為如果唔係咧，我哋事實上呢個係一個主觀嘅一個嘅數據，就話我哋可能覺得，因為另外一邊一定會出聲嘅。咁但係有冇一啲客觀嘅可以俾到另外一部分，特別係法律專業人士咧，因為佢哋都同我哋講過好多次啦。咁佢哋都過咗20年啦。咁我覺得會唔會嘗試下政府方面有冇一個客觀或者係我哋常行嘅一個檢討嘅可能性？咁等佢哋都覺得依方面係有啲盼望啦，或者咁講啦嚇。唔該，局長。主席多謝你提，其實你提都好好嘅，亦都好難話咧，純粹係用一個數據去量度嘅。我嘅睇法咧，呢個我哋局嘅睇法咧，明年開始做呢個加強教育嘅時候咧，我哋未必係可以完全扭轉睇法嘅，但係起碼令到佢哋心入邊要安啊。即係佢哋唔好有個好強烈嘅不安感嘅話咧，甚至恐懼咧就好難推嘅嚇。但係如果佢哋慢慢明白到原來咁樣做咧，其實佢都係對佢哋都係好嘅。佢要慢慢去適應明白。咁如果做到呢個嘅時候咧，唔係一個好強烈恐懼式嘅反對咧，咁大家都會好做啲。但係好難用具體數據量度嘅。最終嗰個決定權同埋嗰個要負起呢個責任嘅咧，都係局長㗎啦。即係局長你要拿捏到，同事做咗好多功夫啦。有同意嘅，唔同意嘅，有反對有唔同嘅強烈程度。呢個係局長要負起政治責任嘅，做個判斷。你覺得即係如果我覺得其實基本上社會面咧都係可以行㗎啦。咁我咪要背起呢個政治責任，我決定去行咯。但係倒過嚟講，如果我覺得唔係咧，仍然有啲團體佢係極大嘅反抗，同埋佢恐懼，同埋佢都有佢嘅原因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冇理由嘅話咧，咁我都要負起呢個責任嘅，我都要解俾法律界聽。我覺得未去到呢個點嚇，但係我都係希望咧，如果做得到嘅話咧，我哋係願意同法律界一齊做嘅嚇。我都希望喺個過程入邊咧，我哋都會努力請律師會幫手嚇，因為都要，而且唔可以用一個法律嘅方法解俾人聽嘅，因為佢哋嗰啲好多都係啲比較基層嘅婦女嘅，你要用佢聽得明嘅語言，同埋你真係要解到佢嘅心結嘅，即係佢真係覺得係啦，我都唔使咁擔心嚇，因為佢擔心就係我哋覺得對佢好啫，佢見到嘅就係佢改咗之後咧，佢個處境更加差。
更困難。呢啲我哋一定要切切實實係可以針對佢心中嘅恐懼、心中嘅擔憂咧，係提供一個佢感受得到、明白得到嘅處理方案。即係我覺得要設身處地嘅。咁最後都係嗰説話，即係阿局長都要孭起呢個責任嘅。咁我明嘅。咁所以我哋都開展工作㗎啦嚇。多謝主席。